1990年 Bandai SD 高達換裝系列第12彈騎士白色。佢最早登場於 SD 高達外傳光之騎士篇入邊。佢嘅人間體系騎士瑪莎係守護三神器一族嘅後代。為咗破除自護喺佢身上施加嘅詛咒同埋尋找失蹤嘅妹妹雪拉，佢戴上面具化身為騎士瑪莎，加入自護一族。整體嘅造型亦都參照咗1年戰爭入邊嘅面具瑪莎。除咗腰間嘅配件可以揸喺手上，另外仲附贈咗一把黃金弓箭。雖然表面上加入咗自護一族，但係騎士瑪莎會喺暗中着上黃金之鎧，幫助騎士高達佢哋對抗自護一族。而呢件黃金之鎧實際上係黃金神超越之龍喺古代分解時所遺留下嘅一部分。着上呢件黃金之鎧，騎士瑪莎就會化身成為黃金騎士白色。試問一下，今時今日市面上仲有冇咁精緻嘅玩具俾我哋玩啊？除咗常規嘅劍盾，佢亦都有配到第6彈白色入邊嘅米加粒子炮。如果你想打炮打準啲嘅話，記得掹翻開塊面罩啊！露臉始終都係本系列統一嘅賣點啊！雖然入邊都有附贈不可動嘅素體，但係模具就用咗騎士高達入邊阿爾嘅模具，多少都有啲偷懶啊！不過對雙形態同時展示就冇乜影響啦。咁今期嘅分享就先到呢度啦。呢個系列編號入邊嘅機體總共14款，想睇埋其他款式嘅話，記得留意我後續嘅更新啦。下期再見。